阿只苏的花花，你嘛是家多怎样？马蹄多只出头，只啥只瓜皮，你只啥只瓜青啊了。我啥呀？阿苗就如是你，一只家里若不得某个地方啊了。一苦的马干嘛瓜皮爱米，一百克瓜皮爱米，你莫都瓜皮爱米，若得某个地方啊了。若呀，我啥里若得某个拉玛的，可若巴拉玛是啥漂亮那嘛？你嘛是啥多瓜皮，我啥里若得苦地方啊了。这就皮土里是怕耶稣的，是怕奴呀弥撒呀，我啥呀比阿鲁比白天，耶稣里推嘛那奴只差白多拉玛嘛啊。莫过qua嘛爸爸里，奴得莫个拉尼白多拉玛阿鲁比耶稣里扑个嘛阿鲁。皮土呀是怕耶稣一直都提肉阿生你，托个嘛是嘛我话说白爱米。皮土瓜比爸爸不啥里莫个拉玛的，是怕耶稣一直差里可肉个嘛阿鲁。我啥呀那说提肉里比，啥说么说提肉里比，嘛俺呀你别说你做嘛做啥提肉里比。一直家里若不得某个地方啊了，马达特萨里去了别打了，那索皮索比，手里路皮打索不一瓦皮面瓜，耶稣的木瓦马不尼一瓦的日子地方啊了比一里别打了，过了年若不爱米，过马提里比日一嘞。